你好，我係你嘅深層療癒指導師 Doris。我知道而家嘅你可能正為工作考核感到好大嘅壓力，無止境嘅憂慮同焦慮不斷湧上。呢個10分鐘嘅練習就係為你度身訂造，幫助你將呢啲緊張同焦慮慢慢放低，專注回到你能夠掌控嘅一刻，並且重新建立你對自己準備充分嘅信心。請你而家揾個舒服嘅位置坐低或者瞓低，確保冇人打擾。輕輕合埋雙眼，慢慢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上。我會由5數到1，每數一個數字，你嘅身體同心靈都會更加放鬆，更加平靜。5，感覺膊頭慢慢垂低，所有嘅緊張隨風散去。4，慢慢呼吸，思緒開始安靜。3，內心感到安全、寧靜，雜念慢慢消散。2，全身輕鬆自在，好似重生一樣。1，你已經完全放鬆，喺呢份寧靜裏邊，感受到你嘅力量慢慢甦醒。而家，請你將右手自然咁放喺大髀上，用右手拇指輕輕撳住食指嘅關節，握成一個拳頭，然後慢慢鬆開。當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：我已經準備好，冷靜應對一切挑戰。呢個動作就係你嘅專注開關，係你隨時可以用嚟切換專注狀態嘅隨身工具。無論喺考試前一晚，定係考試開始前嘅10分鐘，當你感覺焦慮或者心緒不寧，就輕輕握拳，放鬆。你嘅大腦會收到信號，幫你切換到清醒冷靜嘅模式。而家我哋一齊重複3次呢個動作，同時跟我讀出肯定句：握拳，放鬆。我已經準備好，冷靜應對一切挑戰。握拳，放鬆。我已經準備好，冷靜應對一切挑戰。握拳，放鬆。我已經準備好，冷靜應對一切挑戰。喺呢一個深度平靜嘅狀態入面，再跟我一齊讀，用肯定句為你注入自信同專注嘅能量。我已經準備好，迎接即將來臨嘅挑戰。我專注當下，冷靜沉着，掌握每一步。
我相信自己嘅準備，內心充滿自信、平靜。將呢啲句子配合你嘅呼吸，慢慢喺心入面重複，感覺每一句都係你嘅真實感受，慢慢成為你嘅力量來源。而家想像聽日或者係考試前，你突然感覺到焦慮要湧現啦，但你會好自然、潛意識咁做返啱啱我哋學過嘅握拳開關。你輕輕握拳，鬆開，你感覺到嗰一瞬間，個心平靜咗，你嘅腦清晰咗，你嘅手腳穩定咗，你回到當下，喺專注中掌控住，留意住呢個清晰嘅感覺，讓佢成為你面對未來所有挑戰時嘅信號燈，提醒你，你從來唔係孤單，你有方法，你有力量。而家我會由1數到5，幫你慢慢帶返去覺知現在嘅空間。1，感覺力量流返去你嘅手腳。2，更加清楚身體裡面嘅感覺。3，輕輕喐下你嘅手指同腳趾。4，你嘅頭腦清晰，心境平靜。5，當你準備好，慢慢張開雙眼，帶住呢份平靜同自信，迎接你嘅考試。記住，恐懼只係反覆嘅念頭。學識啟動專注開關，你已經係掌控者。